看很多弹幕，在弹幕里面大家就评价朦胧嘛。你看你又这样。朦胧是只要被提到名字，就像是一个睡觉的小朋友突然被老师 Q 到，然后大家就觉得是你的名字有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叫于朦胧，不叫于清楚。不，于清楚太难听了。从这期开始，于明亮。明亮，小名叫亮亮。以后我们呼喊不叫朦胧啊，对，我们亮亮。哎，对。我没什么缺点。你没有话少。大家看到这就是他最大的缺点，就是不认识自己，没有意识到自己有缺点。他还能认识吗？他今儿都叫亮亮了，他自己于朦胧都名都没了，他咋认识自己啊？好，来亮亮，亮亮，没反应过来。